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16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怡芝。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高雄有清洁人员无穿安全设备，徛伫大楼外墙咧洗窗仔。劳工局表示，头家无提供安全设备，相当会罚30万。陆陆宣布甲台湾断交转向中国，美国国务院表示，这个决定让人失望，美国会继续维护台海和平。新闻一开始。 最近食买个活动真济，袂少人拢会啉一杯。不过，过当讲酒要袂退，千万唔通塞车骑车出门。高雄有一个民众食酒过18点钟后，骑车载因太太出门，求出达超标，向依照公共危险罪上班。因太太上无卖罚款6000块。 警方对民众做酒测发现超标，高雄警方10时下晡伫前进区一个路口，看到一对翁仔某相载，拐弯的时阵无拍方向灯，将因砸落来，所意外发现骑车的先生身躯有酒气。饮用约3瓶啤酒至晚间9时，时至下午才外出用餐。至于为何饮酒后已逾18小时酒测值仍超标，妻子带女在旁解释，丈夫健康状况不佳。 一测数据超标，毋拿先施防以公共危险罪以上，太太无款倒，毋通酒驾，嘛以道交条例连责罚6000块以上的罚单。但醉过暝酒驾毋拿一件，红山15共款有民众醉过暝煞开车上路，颠倒向冲入单行道。经警方施以酒精浓度测试，酒测值达0.50，吴姓男子时向警方坦诚，系前一晚喝酒。 而酒气未消退，前一暗有啉酒，煞认为困一暝醒来就无代志。民众共款防以公共危险罪以上，医师提醒酒精代谢时间要看啉的量甲浓度。一般人体那个代谢酒精的速度大概是每个小时8到10公克的酒精，那一瓶600cc 啤酒大概是21公克的酒精。 特别过年啊，民众参加买个难免爱啉酒，酒驾案件嘛因为安尼增加。 医师表示，医学上并无证实有任何的食物会使加速酒精代谢，但会使靠困了充足甲计算代谢的时间。警方嘛提醒，千万唔通酒驾，保障家己甲别人的性命安全。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咱太平洋的友邦陆陆宣布和咱断交，转向中国。美国国务院表示，这个决定让人失望。 AIT 的主席即阵人伫台湾，嘛有召开记者会，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未变，会继续维护台海和平。总统大选了后，美国第一时间派出新代表团来台祝贺，各拜会拿着被三党进行交流。AIT 主席罗森伯格昨日开记者会，说明美国立场，强调无论选举结果是啥物，美国对台湾的政策维持不变，也继续甲台湾所有政党合作。佮明白表示，会因为台湾关系法甲一中政策，支持台湾自我防卫，维护台海和平。 The United States' clear and long-term expectation remains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cross-strait differences free from coercion. We oppose unilateral changes to the status quo. We do not support Taiwan independence, and we support cross-strait dialogue. 就在美国代表团访问台湾期间，诺鲁选择甲台湾断交转向中国。美国国务卿发布声明表示，这是让人真失望的决定。台湾是可信赖友伴，美国继续深化和扩大甲台湾的往来。 罗森伯格也表示，诺鲁形容联合国2500国旗，并不符合国际期待。We encourage all countries to expand engagement with Taiwan. While the government of Nauru's action is a sovereign decision, it is nonetheless a disappointing one. The PRC often makes promises in exchange for diplomatic relations that ultimately remain unfulfilled. 民主胜利的时间，北京选择用这种方式来打压我的国际空间呢？这是对于民主价值的报复。 大选过后，真济个祝贺台湾完成总统大选。菲律宾总统小马可仕也伫社群媒体发文，表示代表菲律宾人民祝贺赖清德当选的一任台湾总统，佮期待未来密切合作。因为菲律宾1975年甲台湾断交了后，遵循一中国政策，这摆小马可仕祝贺用词真罕见，一定会引起中国的不满。记者综合报道。 2024年的总统大选是民进党选调，到观光业者烦恼讲，这两岸航空旅游要恢复过去的光景，可能就无遐快。目前两岸拢总有15个航点，和较早比起来是减46个。虽望3月初一开始，台湾人会使组团去中国旅游，不过学者认为讲，中国若无开放因的人来咱遮去旅游，这两岸航点可能就无法度增加。
载大包小包的行李。上山机场国际线报道的柜台头前，透早就排真侪要去上海的民众。目前两花有8有15个航点，不过拢是以商务客为主一线的城市。即马大选结束，各界嘛关注以两花游客为主第2、第3线的城市，当时才会开放。上海跟北京、厦门这几个地方还可以，其他的地方可能航点就比较不足。整个航线是那边的人要过来，我们这边只过去而已，航线没有增加。根据海基会2016年4月份由国内航空学者发布的两花航线报告，会当看到苏当时两花航线有61个航点，每礼拜无往回高载有890班机载。不过目前两花敢若有15个航点，每礼拜592班，一个减46个航点，298班机载。一般来讲，我们讲航班跟航点，一定是基于所谓的市场的需求的法则。这个交流除了台湾民众去大陆可以正式组团观光旅游之外，那其实当然也要看说大陆方面愿不愿意开放他的人员，在138个国家以外，也把台湾当成是一个可以开放旅游的地区。专门经营两花旅游的业者表示，前去中国旅游的禁团令消息出来了后，民众探问的就袂少。基本上3月初1了后，每一个航线拢是坐满的情形。就算交通部有开放业者会当申请包机，不过干那靠台湾人去中国旅游，整体量要是不够。我们台湾团到中国大陆是量体是没有问题，商务部也已经有规划说业者可以来申请包机，可是现在申请的比较少，因为量体还是不足的。我们还是希望这个大陆那边能开放，才会有多样的航点。学者嘛讲，目前中国已经开放人民出国旅游，不过并无包括台湾，所以在航空公司考虑营运的情形之下，想要在5月20进前增加新的两花航点，机会并无大。记者综合报道。经济部公布报道。来看台东鹿野乡民代表会，去年决议要甲乡立的幼稚园收起来。不过，公所去年底阁开公听会，决议讲延1年才收。代表会就认为这公所违反地方制度法，要求乡长就要回失礼。不过，乡长却是越头做一走，双方抓破面。鹿野乡民代表会伫说明会一个开场，就说明地方制度法，讲乡公所无尊重乡代会，去年全体代表通过甲乡立幼稚园裁掉的决议。公开又否决了代表的决议啊，这一部分代表他是没办法接受的哈。鹿野乡公所去年年底以公听会方式决议乡立幼稚园搁再延1年，让两岁细汉囡仔会当暂时来读。台东县教育处嘛已经同意，1年了后，伫鹿野乡内底找2间学校设立幼幼专班。不过伫说明会也受民众质疑乡代会这个决议，唔知影是安怎要甲幼稚园裁掉。再多此一举去做这些事情。我们这边信息表题不能扩大到很多的小朋友身上。我是要回应说，乡公所他如果执行上有困难，他可以函文回复我们代表会。不过，乡民代表会主席伫会议了后，请乡长为无尊重乡代会决议公开回失礼。不过，乡长是随做一走，现场大家是拢硬气。需要乡长的一个道歉，之后我们的人力会全力协助乡长的推动。既然乡长根本没有诚意，到办会。鹿野乡大会甲乡公所为着幼稚园的代志起配面，乡公所表示，即卖幼稚园5个老师有3个失职。新招了后，2回幼幼班16个囡仔，因为减1个老师，有8个囡仔无学校通好读、通好照顾。家长希望县府会当出面来协助。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美国受到一阵北极风暴影响，北部的各州创下温度上低纪录。全美国有8成的所在拢伫0度以下，有几万户停电，这飞联机航班嘛取消。另外，爱荷华州共和党的总统初选，这选民恐惊到无法度出门投票。美式卡球 NFL 水牛城比尔队主场海马克体育场，积雪有到60公分悬。就算比赛场地已经清理清气，不过观众席的雪也是厚嘟嘟。甲雪集中去球场外口，嘛有到1.5公尺悬。即届为了增强而且冻真久的北极寒流，当侵蚀美国中西部甲北部，而且是真危险。有80%的所在温度伫摄氏0度以下。为俄勒冈州到密西西比，15、16这2天，按说会有超过140个甲低温有关系项目会破纪录。孟菲斯、
达拉斯跟纳许维尔的气温按算会至少连续72点钟维持伫0度以下。美国目前为加拿大边境到墨西哥边境有超过1亿人伫当局风寒的警报当中。国家气象局提醒，若是一定爱出门，千万都爱穿雨靴。这种霜风透骨的天气嘛，夺走人命。阿肯色州一架车伫浙西高速公路咧驶，无细时厝链蛇弄着一丛树啊，有人不幸过往，嘛有人受伤。南达科他州的气温降到零下45度，这个气温伫5分钟内就会甲人冻伤，而且就算伫美国南部的德州，嘛因为极端的低温，电力的供应嘛真严。英文上，德州电网请德州人伫15、16这2天早起就要较省电的。政府机关至少伫16早起进前嘛要尽量省电。密西根州、纽约州、宾州甲威斯康辛州发生大规模的失电，影响几万人。另外，全美国各地的机场拢受到影响。有飞人机的机座取消或者是慢飞，另外还佫有几个州的学校宣布停课。即个极端的低温，还佫考验爱荷华州共和党总统的初选。伫寒死时的天气，百姓敢样愿意出门投票？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来看南美洲的巴西，这大城市里约，礼拜迄一天上大雨，雨水量是1个月量。车路引起有11个人死亡。另外，哥伦比亚嘛上大雨，引起水崩山，有33个人不幸过身。公路边的山坡大面积崩落来，救援人员当咧抢时间救人，希望救出更较侪人命。但看到即马救出来的拢是尸体，家属的心情是愈沉重。No sé ni qué pensar, estoy aquí preocupado, yo ando a buscar en la búsqueda de mis familiares. ¿Cuántos son? 4 personas. ¿Usted viniste desde aquí? Desde Quito, claramente, sí. Yo estaba en Quito. ¿No te importa el peligro? No, no me importa el peligro. Yo lo que necesito es conseguir a mi familia. 哥伦比亚西北部的桥科省，拜六礼拜六的大雨造成造大水，爆发大规模的水崩山，互这条接基布多市和麦德林市的高速公路，互土石规个冻掉，无法度行。当地官员讲，迄当中真侪民众，甲车等的都去附近的民家厝避难，没想到后壁这个避难所嘛，互土石流引起，造成至少33个人死亡，20个人受伤，死者大多数拢是囡仔，目前有10个人失踪。哥伦比亚总统礼拜亲身到事故的现场关心，下令用1.28亿嘅美金救灾中建，民众这个悲剧哪一直发生？ Que no nos sigan teniendo en el olvido, seguimos en el olvido, todos los años pasan cosas como esta, eso no es de una sola vez, el año. 镜头转来隔壁的巴西大城里约拜六礼拜同款是落超级大雨，一天内就落1个月的雨量，造成市区大淹水，唔那一运的轨道含车拢淹甲歹去，连病院内面嘛淹甲干那雨，另外还有店头的损失是有够严重。 Estive aqui para trabalhar domingo e chegamos aí, ó, tudo cheio, tudo enchente, tudo transtornado, entendeu? Estamos nesse prejuízo aí, ó. 民众还讲，当年只要一落雨，店家就变作是游泳池，也是石湖，互因拍拼遮久的物件拢乌有去。这场暴雨伫当地嘛，造成树啊倒去、厝海去，含土石流等等灾情，至少11个人无命。公司新闻张惠美编译。来看也门的反抗军为着要表示支持哈马斯，就去攻击红海商船。后来美国和英国做伙反击。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也门反抗军用飞弹射着美国一只货船，加在无人受伤。这阵也门反抗军已经承认是因攻击的，讲是要处罚美国甲英国。 美军中央司令部15表示，下晡4点左右，叫做直布罗陀之兄弟车挂马绍尔群岛国旗的美国货船伫亚丁湾互飞弹拍着。船运公司表示，直布罗陀之兄是伫亚丁湾外海160公里的所在，互一粒不明飞弹拍着。货舱无什么重大损坏，航行稳定，已经再离开。相关消息也得到英国海事安全公司安布雷证实。也门反抗军胡塞武装表示，对英美违法行动必然回应，任何新的侵略行动拢会得到处罚。نفذت القوات البحرية في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بعون الله تعالى عملية عسكرية استهدفت سفينة أمريكية في خليج عدن. 美军军队顶礼拜对胡塞武装发动数十摆空中甲海上打击，回应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这组织控制也门红海沿岸大部分地区，为表示对巴勒斯坦哈马斯的支持。最近一直攻击经过附近的船只。根据安布雷评估，直布罗陀之兄甲以色列无关系，这攻击是为着美国的商务利益。公司新闻恩文玲编译。世界经济论坛16伫瑞士起稿，
全球120个国家领袖、政治经济头人会齐，要讨论包括俄乌战争、以下冲突、气候变迁，还有 AI 人工智慧。另外有环保团体伫咧关山画图形，要抗议这个论坛，干那考虑经济，无重视环境甲和平。伫关山落西所在画图顶头写着性命比经济成长更较重要。环保团体绿色和平组织1月15日伫瑞士达沃斯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外口发起无声的抗议，批评 WEF 甲环境甲和平囥边仔，敢若优先考虑经济的态度。一年一摆的世界经济论坛1月10日开始伫瑞士达沃斯起稿，今年总共有来自120个国家、2800个政治领袖甲学术国际组织人员来到位，区域冲包括俄乌甲以下战争，变作是今年会议的重点。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亲身来参加，公开呼吁中国应该爱参加全球和平会议。Що стосується ролі Китаю, вони грають велику роль у світі, тому ми б дуже хотіли, щоб Китай також був залучений до нашої формули, також залучений до саміту обов'язково. Але ви ж знаєте. 不过，因为罗西亚代表团互人拒绝参加，克里姆林宫8日表示，有个乌克兰问题的谈判未伫 WEF 当中摕到任何成果。白罗斯反对派头人蒂哈诺斯卡亚表示，无论如何拢挺乌克兰的立场。伫开幕式顶头摕到2024水晶奖，华裔奥斯卡影后杨紫琼因为领导主义工课上的贡献得奖。今年的会议也阁讨论气候变迁带来的极端气候天灾、人工智慧透明度、甲道德规范等等的议题。I do want to emphasize that we may be over-indexing on fear at the moment, which is very natural for humanity.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think about the opportunities for good, and it's not spoken about enough. But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some pretty incredible things coming as an output from AI. 包括 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甲 Microsoft 高层等等，拢参加这场论坛。伫 AI 为主的30多场会议当中，其中一场主题就是机器人甲音标对民主国家的威胁，展现人工智慧产生的错误信息，变作是全球第期上大的威胁。记者综合报道。镜头转来到国内义务做兵是恢复做1年，这第一梯次为1月25开始施行。新兵训练2个月，爱走500公尺障碍、夜间射击、牵手榴弹，拢总有。训练考试若无过，爱加留1礼拜继续训练。若果无合格，就领袂到逐个月10800块的加级。今年期义务役自5正式开始，今年按算有9127人。日军负责接训7514人，8礼拜1个训练用世界大进行，来自500公尺障碍、夜间射击、手榴弹、拼实弹，提悬训练的危险性。新训上场的机密检测包含体能战机、步枪鉴定射击、3天2夜连续综合战斗教练。若一旦无合格，会留训1礼拜进行补测；若果无合格，就提不到每个月专业加级。下部队之后。他由他的单位的主管会持续的管制，每个月的驻地成效验收会实施合格签证，什么时候合格了，什么时候他才能支领他的专业加级。你有投资，你就会有一定的配比的分数。过去经验这个比例大概多高呢？在9成以上。另外，台湾大选过后，中国强化咱的邦交国诺鲁各加大绕台6头，国防部10日发布，查到15架次强机、3架次的强舰，加上1粒空飘气球绕台，也更新强军海空动态示意图。增加强机起飞基地甲强机甲台湾的距离，选移除强机航车甲航向，互外界未来无法度分析强军动态。国军情报发布专项保守，引起争议。在不影响情资来源的前提之下，让我们的国人了解我们目前所面临的一个状况，那么避免这种空隙来对我们实施认知作战。针对中国6航直升机揭幕民航机大马进入海峡中线，国防部表示有检校状况和应处。另外，中国传出3月伫台海展开军演，国防部也做出回应。3月部分，我们目前没有掌握到。会从事相关对我一些针对性的军事作为。国防部分析，中国在台湾大选结束，展开常态性战备警巡，结合阵地作战中间地带冲突，
国军运用联合情感针掌握动态，目前无发现异常。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一个陈小姐通过消防员的考试，不过身高无到160，敢若差1.1公分，差一丝丝啊，尔嘛共款互取消资格。这个陈小姐就去申请实现，讲身高的限制袂影响伊专业的能力。那消防署表示，为过去的经验来看，身高若无够，救灾会有风险。消防员入去火场救援，牵水线、先运推车，对关键所在喷水。面对无同的火警，炮火兄弟有各种的应对方法。就这位陈小姐一直想要做消防员，伫考过警消人员特考了，所以因为身高无到160公分，接受训练的资格被取消，所以伊就申请实现，主张身高的限制侵害和公职权加比例原则等保障。宪法法庭第16开言述辩论。刚开始受训的那几周，我还是有认真的完成前几周的受训，然后在受训期间的时候，里面的长官还有其他的学长们、教官们，也并没有对于我的身高有疑虑。关于机关未基于实证的依据就定以及维持非原住民女性应该要高于160公分使得担任消防人员的规定显然跟确保消防任务遂行的目的欠缺任何直接且绝对必要的关联。这个人差1.1公分，无法度做消防员。陈小姐主张，相关的身高限制、加专业能力，一个实际需求拢无关系，拢是猜测性的讲法。无科学的证据显示，身高无够标准，伫救灾时阵会有无法度用力的危险，这是对矮人的一种歧视。在实务上救护的过程当中，很容易受到酒醉、精神病患或者是个人，因为对方个人体格比较优势会变成我们的弱势的情形，这是我们也考虑到的一个情形。对此，消防署长表示，消防任务多元复杂，每一个人拢爱轮流合群。对过去第一线的经验，身高若无够，伫咧挂推救援时阵有困难。伫其室内搜救时阵，也无法度有效加搭配人采取双人相插等方式协助受伤的人脱离危险。所以主张袂当因为人的因素增加消防工作的无确定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学校开始休寒，而且也要过年啊，这出国的人是加真多。桃园机场这2天就一人丁，出境检查这排队是排甲长垃圾。航警局表示，目前有一条安检线在设备在翻新，所以后礼拜一这8条线就会隆重开啊。桃园机场一下下要出境的旅客排甲路长，大家拢要等安检。有旅客讲，真少看到排甲这么侪人，拢摕手机来翕，有人认为对老人甲囡仔无够优先。有在动，对，可是一直走对老人家很不便，走走停停，走走停停，蛮多人的，可能要是投票的关系吧，对，就觉得蛮多人的，是，对，之前没有那么多。机场公司统计，10月出入境的人数114000人，敢若是出境的人数就要到6万人，10日有报出入境的人数也到113000人，出境人数57000人。早起6点到下昼3点是离境的高峰。平均1点钟差不多2000人次。机场公司希望旅客提早到机场等，加使用智慧报道。以前出国有看过这样子吗？应该没这么夸张。没有，就是疫情之后，大家都跑去日本了。去日本啊，反正就是当选的，就是笑着出国；落选的哭着出国，全部都出国了，所以生意这么好。对一项下离境尖峰安检线塞车，航警局已经开7条安检线。另外，也有1条正伫咧更新设备，甲原本传统的 X 电光机换做电脑断层扫描仪。按算22了后，会开8条安检线，增加安检的量能。记者综合报道。前一阵啊，日本航空的飞行机发生事故，这机组员的应变速度都引起讨论。国内朝阳科大宣布启用全台湾头一个结合防灾演练的飞行模拟教室，要让学生演练逃生的状况。双数明暗达落来，飞行机内出现失压的状态。下落来了后，空服员经按照飞安 SOP 协助旅客逃生。朝阳科大16宣布启用飞安情景模拟教室，大学今年学生做实习做厂长，但起90秒内爱疏开旅客的领步。先安抚旅客，因为当状况发生时，旅客一定是会有惊慌的情况发生，然后
接下来先安抚完旅客的时候，我们才会再进一步的做引导，去做疏散的动作。旅航机帮最近发生的事故，引起各界对飞安问题重视。调用科大开1300万，要调替伊个波音777机身，打造无机教室。互航空科系学生实际体验飞载甲烟雾等紧急状况，造成出口的流动也拢实际教室，帮助学生提早适应就业环境。所有的人员都是招募之后才开始做训练，那我们希望倒过来这个过程，也就是他在学校的期间，他就可以去受到这些航空公司专业的训练，然后这个训练可以让他在求职的过程中，他比人家起步更早。到目前为止啊，每年都满招，而且呢，还有很多学生呢，因为备取进不来所以我们也预备呢，大概如果这个盛况能够继续持续的话，我们以后会持续在航空产业人才训练里面来扩招。校方强调，航空产业的光景真好，目前包含飞行甲民航人员技术系在内，三个航空科系逐档拢招满额，毕业了后就业率是100%。未来模拟教师也会提供给航空公司做训练测验的场地。记者综合报道。新北的美丽华刷球场，因为母公司分割做4间子公司，甲真侪工会成员是头道，引起上百工的罢工抗议。乐团今仔日也去司法院陈情，希望司法主持公道。他现在竟然打行政诉讼、打工会法，还告劳工局。如果司法没有办法来维护我们劳工的权利我们劳工的劳动三权完全是摆设。各位的陈情我们收到，那我们会依法处理谢谢。美丽华刷球场主张讲，因已经分割做无共公司所以工会已经算是无效的团体，要甲因提告。乐团今仔日去司法院陈情，讲公司违反团体协约，应该爱纳违约金600万。司法院代表甲陈情书接落来，讲会依法处理乐团的诉求，阁有当咧进行的官司。休官休热的是，这代理老师敢着爱去学校咧，是照地方家己来决定。不过，目前全台湾22个县市，其实敢若台南有规定讲休官休热爱去学校，引起当地代理老师不满。全国的中小学准备要休官，最近教师真济的社群就咧讨论，代理老师休官时，敢有需要到学校？有几若位台南的代理老师就讲，因哪项要求爱到学校，搁爱比较行政人员出勤的日期。但现在台南市政府是完全直接要求代理教师到学校去上班，无论有没有课程，无论有没有任何活动，他都直接要求代理教师到上班。他们需要人力，但是应该是公平性的要求全部的老师，这样会给人家感觉就是其实就是同样的再一次的差别待遇。全国代理暨代课教师产业工会指出，代理教师伫休寒甲休热的时，敢有需要到学校，是采用2种方案。全国22个县市，有21个县市是比较正式的老师，无兼做行政就无需要到学校。敢若台南市是采用办理学生照顾、学习辅导甲学习活动的相关事项，互教师为了解，造成代理教师感觉无公平。不过台南市教育局强调，兼顾情理法，休官有另外提供5天的公假，会当自主进修甲备课。基本上我们也考量到假期期间我们学校校长他也期待有一些人力需求，那么休息的时间，那我们给慰劳假那另外呢，本来老师在寒暑假也要进修，可以自主呢进修跟备课的时间。教育局表示，会当尊重甲理解为代理教师争取权益，不过教育局甲学校嘛爱考虑到行政。台南市教师工会表示，目前有学人要求休寒爱到学校的代理教师有备课或者是演习，嘛有学校也未讲要做啥物的。你要休寒已经无法度改变，敢若会当继续甲教育局沟通，希望伫休热进前会当研究办法调整。记者台北报道。最近早暗温度差较济，气象署预告明仔载开始温度就会小可回升，这水汽嘛会减少。不过拜五开始天气又搁无稳定，礼拜有冷气团到地，到时温度会直直降，而且这冷空气的级数可能会达到寒流的程度。
台北市拜二乌阴，受台北季风影响，温度有较凉。中央气象署估计，拜三开始温度会回升，水汽也豆豆减少。除了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的所在是以多云到好天的天气形态为主。我们可以看到北方冷空气带来的云气，不过冷空气它逐渐的会在今天晚上到明天减弱，而今天台湾上空的水汽比昨天稍微少一些，只有在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桃园以北地区云量是比较多的，像新竹到高雄则是以晴空为主。气象署提醒，最近温差较大，要加注意，而且拜五、拜六开始，锋面接近台湾，全台水汽会开始变济。若要强烈大陆冷气团南下，礼拜日、拜一温度会一直落，甚至有可能达到寒流的程度。虽然明天东北季风减弱，白天温度回升，可是日夜温差大。尤其是西半部地区哦，像明天的日夜温差会到达10度以上。所以星期六锋面通过，星期天开始看到各区温度都逐日的下降，一天比一天来得冷。北部、东北部来说啊，在低温的部分，就可能会从星期六的16、17度的低温，甚至下星期二的11度左右的低温。拜六、礼拜拜一多是大学学测，天气变化较大，也提醒考生要加注意。气象署估计，拜六是雨水上高的时阵，除了南部以外，拢有落雨的机会。拜日开始就出现较方便的北部、东半部会落雨。另外，民众若要看雪，若温度甲水汽通配合，后礼拜一到拜三，中部以北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有可能落雪。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去年高丽菜价上好，所以今年有真侪农民抢要种。若最近天气好，高丽菜大出。这西地果菜市场1公斤就干那5块，价上是博甲真厉害。云林有农民种要9000粒高丽菜，即阵是全部拢变钱，开放给民众来办菜。民众地下内种到一粒高丽菜，拢会当免费炸转去厝煮来食。有民众一克就是10粒起跳。近期因为气候稳定，产地高丽菜生长好，产量增加，导致价格落价。云林土库道农民开放免费采收，无到2天的时间，差不多拢忙了啊。讲有材料，我就来买扣啊，扣等下炒。加减嘛吼。老岁人看要想买炒。俗过月落也丢糖，人唔爱厝啊来放掉。有云林的农民就讲，去年底高丽菜价好，真侪农民抢种。导致现在西地果菜市场的高丽菜批发价，平均每公斤拉剩5块左右。若品质好，会当卖好价小8块；然后汤海卖用无好，就剩3块。农民若是要过工采收，根本无合成本，才会来去收。山顶迄阵较好价啦，系啊，即摆在地用标牌你知。原因就是说，因为那时候的小犬台风，就是可能造成损失之后，大家同一时间去种植高丽菜，然后后续可能希望说，如果说天气比较冷的时候，需求量增加的时候，可能价格会再陆续好转。老厝就讲，经过统计，今年云林种植高丽菜的面积，搁比去年减少300公顷，可能是赶一个时间来种植，导致现在高丽菜产地价格平均剩5块。但随着天气转冷，消费者需求搁会增加，价格应该袂来崩盘。记者王云报道。肺癌是国内10大癌症当中的第1名。卫福部自前年7月开始，针对高风险族群提供公费的体检，成功找出900外的肺癌患者，其中有805是早期的个案，希望会当量早治疗，这存活率嘛会当提高。肺癌是新国病，不只是个人10大癌症发生人数第1位，110年有1.6万人确诊肺癌，去年111年有1万多人因为肺癌过身。医师表示，肺癌患者存活率较低，因为初期差不多是无症状，若出现加速，并较冇听这症状时阵，往往已经是晚期。但透过高质量电脑断层检查，简称 LDCT， 就用较早发现、较早治疗。第3期加第4期都还超过60%，这是我们的危机。那怎么样让这些第3期、第4期能够尽量变成第1期？目前证实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低剂量断层的肺癌筛检。为侦测早期肺癌，国健署为111年7月开始，提供有肺癌家族史甲重度食薰的人免费做 LDCT 的检查。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7.8万人完成检查，各找出956人确诊肺癌的个案，其中600多人有肺癌家族史，200多人是重度食薰的人，有34人同时有家族史加重度食薰，显示除了食薰以外，家族史也是个人得到肺癌的重要危险因素。家族史的部分，那么能够的确从我们的筛检过程中也看得到，它是一般抽烟的2倍的一个风险所以找出来，所以我认为高风险跟家族史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国健署强调，早期肺癌5年存活率达到9成以上，不过到末期第4期就降到1成，无同款级别的存活率差距真大。所以呼吁符合肺癌体检资格的民众，每2年做一摆检查，来降低肺癌的危险。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台湾灯会要办伫台南，交通局嘛提早公布交通运输计划。这灯会周边唔乃管制车路，要成做过路人的专用区，嘛设立奥多巴的临时停车区，佮有接送车的专用道。市府是呼吁民众会当坐大众运输工具，避免塞车。来到台南安平林平鸟公园，这是台湾灯会安平灯区的主要地点之一。现场的工作人员嘛拍拼咧赶工。今年台湾灯会伫咧台南举办，安平灯区按上2月初3会开始展出，到时会吸引真侪游客。市府预估一天会当达到16万人次，对交通的影响会真大。一定会带动安平在地的一些观光跟经济啦。现在比较担心是说，原本假日观光的人潮跟车潮就是很多，已经都会塞车了，可能接驳车这一块可能要多派几个班次才能疏解这边的交通。台南市交通局是量早来应变，包括加设临时停车位有5000位，奥多摆有7000位。因那林平鸟公园周边的安益路、庆平路、广州路、运河路等等嘛，拢会管制来做步练区。停奥多摆的所在，也有接送车的专用道路。对灯区的中心到外围的道路全面检视规划，就是要确保交通动线甲安全。那如果说是自行开车过来的，也希望是停车在那个市府周边的停车场，然后我们也会有接驳车然后载运各位到我们的那个转运站。就安义路是从西边从那个永华路开始，然后往东一直到屏风路，然后衔接到我们的安义桥，然后往北就是接到我们的运河路。今年台湾灯会安平灯区展期对2月初3到3月初10，包含着旧历过年的期间，交通局嘛开设交通疏运指挥中心，即时来因应处理各种交通的问题，嘛呼吁市民甲游客会当多多利用大众交通运输。记者综合报道。文化部昨公布今年度文化部台湾品牌团队的补助名单，拢总有6个团队，包括游人新歌、朱宗庆打击乐团、邓碧云歌戏团等等，拢有摕到补助。文化部表示，希望透过这个奖助金，会当帮助艺术团队开发新的作品。为着要提升艺文竞争力，和台湾的艺术文化会当伫国内外有愈侪创作能力和国际交流，发挥咱的文化影响力。文化部当年拢有台湾品牌团队计划的奖助金，艺术团队就提出年度英文计划、和艺文教育、国际交流等等的规划，和文化部评选。文化部15公布今年度的补助名单，包括友人文化艺术基金会、和朱宗庆的结合文教基金会、东美混歌戏剧团等等计共6个团队。每一个县市都会去云缴，对，所以我们预估可能需要花到1个月到50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目前都还在规划当中。那这次除了一个环境永续的一个倡议之外，把这样的鼓声的力量跟能量带到各个地方去，安定人心。尤真新歌表示，今年因打算用步练的方式为台湾行透透，要透过歌声传达安定民心的力量，嘛要把环境永续的精神传播到各地。另外，朱宗庆打击乐团今年是创团40周年，国内外除了有大型的巡回演出，乐团表示，伊嘛会继续把打击乐以公益的方式推广到偏乡实践艺术边缘。
公益推广计划上面呢，我们还有推出每周1日的打击乐课程，吉乐啪啪购，我们是把打击乐的课程带到偏乡的国小，还有巡回列车是把打击乐的舞台带入社区，还有艺术入校计划，然后我们也会持续推广这个我们的公益赠票以及公益演出的部分。得到补助的团队表示，进前受疫情影响的3档，尤其对国际演出有正大的冲击，到今年才豆豆恢复交流，有这个补助金是真大的帮助。文化部表示，这个补助的计划自2013年开始推动到今已经11年了，就是希望帮助艺术团队继续开发新作品，让国际看到台湾，嘛带动国内艺文欣赏人口的成长。记者卢尚如、郑准由台北报道。在咱台湾，旧历过年是上重要的节庆之一。不过，咱台湾有真侪是家己大或者是弱势时代人。即阵老人福利推动点评，就邀请这段时代做伙围炉，提早过年。欢喜做伙翕相，围全台湾各地来的社区、甲社福机构的时代，把人旁的时间就台翕相，因为这是一年当中罕你会当甲朋友团圆围炉的好时机。我们老了，没有什么那个活动嘛，看看走一走看看。看看这个外面怎么样？因为我们在乡下，一来这边看到这个大都市里，看这个世面，很高兴啊。我们这个有这个活动，我才有上来，因为脚不方便。根据统计，到2022年，全台湾65岁以上的集会人超过400万人，其中有超过44000人独居。在这个独居的时代内底，有超过2万人是中低收入户。过年真少有亲人会陪伴在分尸边。所以老人福利推动联盟，为2003年开始，每一年拢邀请全国各社区、弱势、失智、甲偏乡等等的时代做伙来围炉。今年办36道。围炉是一个年节的关心。第二个就是不管他独居，不管他失智会走失，不管他是没有家属，甚至是有家属都不在身边，自己被关在5层楼的公寓，他依然是要被我们关心的。老人福利推动联盟讲，办围炉除了互这集会人新年祝福，嘛希望会当透过这活动，互更较侪民众了解台湾长者的保护、老人健康照护等等各项议题，提升集会人的权益甲生活环境。记者综合报道。南美洲智利的上南边是巴布亚骑鹅的西滩地，因的头顶到目睭尾有一条白斑，这是因的特色。不过最近科学家发现一只骑鹅，伊规身躯拢是白色的，应该是基因突变。有人海奇被就研究规身躯的白毛，这只骑鹅仔身体甲东坡完全无同款。Responde a un animal leucístico, en donde si bien el pigmento está presente, no está presente en toda la totalidad del ejemplar. Estos casos se repiten en diferentes especies, hay casos de jirafas. 原来这是一只有白变种的巴布亚骑鹅，因为基因突变造成欠所有的色素类型，头壳顶的乌白毛只剩白色。白变种甲咱常听到的白化症无同，虽然拢是遗传疾病，也毋过白变种都无咧目睭的色水，通常也是一般的色水，无像白化症，因为视网膜甲虹膜欠黑色素呈现红色。那这寡白变种骑鹅恐惊面临生存危险。En este caso, al ser un animal que tiene mayoritariamente el cuerpo blanco, puede favorecer a que un depredador pueda cazarlo más fácilmente y es por eso que también los casos de leucismo son muy raros. 这阵巴布亚骑鹅生活伫智利的南极领地，因的头壳顶有一条真宽的白色条纹，走路毛又真古锥，所以也红叫做白白骑鹅，也是新属骑鹅。唔难看，因细粒子只有大约75公分悬，因的尾溜像扫帚，是世界上游泳上紧的骑鹅，时速达到36公里，会当讲是骑鹅界的最型杰。公司新闻新闻编译。来看几编译。天气报你知，下晡晡的温度，做伙来看各县市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6度到21度，中部地区16度到25度，南部地区19度到25度。东部地区17度到22度，外岛地区13度到21度。各有未来3天的天气。
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怡珍，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